過した毎日はかけがえのないものだった向かい風が冷たくて忘れてしまいそうになるけど通り過ぎてきた何気ない日々の中に僕らの幸せは確かにあったもしも明けない夜の中で一人静かに泣いているのならあなたが僕を信じてくれたように次は僕がその手好，来开始。1637年4月11日，有两只渔船结伴航往烈士，运转来一批咸鱼。4月12日，蒋介石对西南沿海和平湖陆续来到台湾吼，就是有4只大的商船对厦门来，总共载来125篮各种丝质布料1000担的白沙糖25担白青丝300篮，搁25包精美的灰器，50罐的姜糖，200担的面环。有15只小只龙客船吼，对烈士来到台湾，总共载有17000个红虾，50支条啊，300支，这应该是茶帮啦吼，300块茶帮和其他的细项物件。有3只龙客船对平湖来台湾，迄只派去的美队船10万号的小艇啊，同齐来吼。所其他的上级乘务员 Van Zenen 和船长 Jacob Franz Brandt 嘛同齐来啊吼。这船长就是迄只派去的10万号的船长。船内人员甲好软有船篷，这个叫做 trail， 这是啥物件？是指一只船里所有的篷栏锁具。就是所有用来绑船篷的吼，绑篷布的这个锁啊，搁其他的锁啊，一批烟，一寡木条，甲其他对10万号所抢救出来物件嘛，同齐拢载来吼，拢载过来。除了大炮吼，大炮无载。船头的车尾和大的上尾吼，搁留伫遐。停好以后，搁较适当的机会再去甲摕转来。4月13日，有3只龙客船对烈士结伴来到台湾，每一只拢载有一寡用来做糖桶的茶帮、虾条啊，甲板条。这个板条是应该是我那是房啊吼。今仔日也有一只龙客船对芒港满载石好前来取队，是蒋奇官佩德尔和助理van den Enden 对遐派来。即寡石好是公司伫咧取地工程所需要，台湾即只要起一个仓库啦吼。4月14日。有一只龙客船航往平湖，所在无啥物重要的物件吼，只敢若一寡咸鱼和番仔好。今仔日有一只龙客船要航往南方，摕通行证要去遐掠鱼，然后要转来台湾遮。我这2天我见讲为虾米
最近开始嘛，最近到1637年、3037年吼，日子记甲满吼，记甲甜吼，逐工拢记吼，而且内容拢足长诶，因为袂记多是，但是啊，迄道含一锅拍了后，因私底下讲啊，你莫来遮，阮会顺诶，会过去含你做生意就对啦。啊，荷兰人的目的是要做生意啊，吼，所以自迄道了后，因就开始生意就拢做袂了，你看，一直到即嘛吼。啊，进前拢无，你看伫当下咧嗨讲，拢无法度做生意，迄当阵就记甲哩啦安尼。所以这条写日子真正是笑谱吼，读到即卖感觉就是一本笑谱。4月15，有2只容客船摕通行证航往南方，目的是如上述，就是含昨相款吼。今仔日有2只容客船对列斯结伴来到台湾，运来4000个红虾、18支条啊，甲一寡物件。4月16。为了要进一步继续探查传说已久伫咧福尔摩沙东岸卑南附近的金矿，长官Vanderbilt 阁下和本馆议会开会，一直决议要派上级商务员 Cornelis Van Zenen 做代表，伫咧最近要做这新仔人的容客船配备适当的人员，为了上述的理由要出航前往卑南。详细情形，记载伫今仔日的决议录，并且决议为了要尽可能避免伫咧新仔人的市镇发生核灾的危险。这只是应该是你指台湾岛上的台湾市镇吼，意思讲这是指台湾岛。台湾岛是安平遮吼 ，OK， 就是在咱遐写外口边仔遐有一个市镇吼。为了要避免这种核灾危险，会发布公告，命令住伫咧遐的新仔人必须伫咧这个公告发布了后48小时之内，甲所有违背以前的公告，伫咧该市镇外面加建的竹仔厝吼，拢总爱拆掉。违反的人爱罚款100厘。嘛，决议讲上级商务员 Cornelis Van Zenen 和船长 Jacob Franz Brandt 本来是担任面对巡视员号的主管，对日本来的时，伫咧偏湖迄个危险的岛遭遇海难，关系着因驾驶该船的问题，要交由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去裁决。若讲到船主双量的容客船伫咧运输迄挂对苏安号所抢救出来的现款的时阵，显然被该容客船顶的新仔人偷走迄几箱日本银吼，是迄当阵有相关权力的商务员的责任吼，叫做 Salomons 的责任吼。伊是奉派该动其他荷兰人要去好好监督的吼，要去监督因搬物件，结果搬啊物件去用偷摕去。4月17。拢无新仔人的容客船出入，今仔日嘛无重要的，通值得写的代志。4月18，今仔日有2只渔船摕通行证和渔客航往南方去掠鱼，伫咧掠
着相当数量以后会转来台湾遮缴纳12岁，4个18。毋知煞我诶电脑有遐伫嘟叫。无电了，毋是去充电。4月19，上色商务员 Cornelis van Zenen 坐一只希腊人诶容克船，率领12个荷兰人和15个希腊人，充分配备作战武器，并且带2个月份诶粮食出航前往伫个佛罗摩萨东岸诶避难。要按照交互因的指令去含其他需要物件，用荷兰联合印度公司的名义，早一寡合理的礼物去向遐的居民来提议地号定合约啦，并且要订立一寡条约。根据可靠的情报，无可怀疑、无可谣言这个代志有希望会当成功。并且要秘密认真来上述的居民探寻查出所希望的金矿的产地。对此，阮陆续有听讲，就伫个附近伫个遐附近要用尽所有可行的办法去达成目的，绝对袂使无成果来转来。愿亲爱的上帝多多赐福，互公司会当因此来担着伊辛劳的美果，减轻伊沉重的负担。今仔日下晡有一只容克船，趁着继续车内的海风来入港，满载着石盒，是阮派伫个闽港的人奉中华国下的命令对遐所派来。即寡石盒是为着阮伫个遮要建造迄个仓库的工程所需要。今仔日还有3只容克船摕通行真重侪航空艦要去掠鱼。4月20，无重要的事。4月20，有一只渔船对南方来到台湾，带来伫遐所掠到并且已经生好的鱼，嘛载来一寡和迄边的居民交易来所买来米甲猪仔，但是数量无介多也有2只容克船同齐航回西南沿海，一只要前往厦门，一只要前往烈士，每一只拢载有少量的咸鱼和其他的物件。4月22，牧师 Robert Junius 对新港来到台湾，中华国下和议会考虑着讲，伫个佛罗摩萨北边和阮结盟的村庄，就是新港、大目港、小人和麻豆。迄寡异教徒宣告的明显的成果，为着要搁较扩展上帝教会，安慰搁较侪的灵魂，这个好的工作也爱南部来推展。首先爱伫个放索啊甲附近的砖头开始工作，为放索啊是伫个哪边啦林边啦为此来指定几啊有能力又搁谦虚的人去做牧师，就是探访团队 John Michelson 以及士兵 Marcus Thomas、Van Bergen op Zoom 和 Hubert Trebelis van Golkamp， 和已经学习放索啊语言1年半的士官 Warner Brosman， 由上述 Junius 为代表，带领上述几个人去遐，
并且伫咧今仔日有3-4个士兵护卫，坐一只希腊人的小船出航，奉命要命令要互上水迄几个人伫咧放哨啊。Dolak 和 Verovora 这三砖头来担任教师，为着这个目的，爱起造学校，对初学者所需要一切，拢爱好好设想准备。愿亲爱上帝对这代志赐下丰富的祝福。所以台湾较早就接受西方的这个教育吼。为虾米我网络敢若断去？4-2-3，搁试一遍。4-2-3无重要，事无交易，无用客船对西南沿海或者是其他的所在来，嘛无船只出航。今仔日住伫咧厝地的西南人无关吼，真正讲叫做地缘啦吼。无管伫咧较早伫咧教会公报足早即几，咱真正有读到迄几期内底拢讲到地缘吼。要用来因地缘的目的是要用来甲沙轮要甲吐互平啊吼，可能是即只有刮互注解，可能是指台湾岛上的即个沙轮，台湾岛应该拢是指即个日兰野城所迄个所在迄个沙洲啦吼。总共目的约352个。4-2-4，今仔日有一只渔船对佛罗摩萨南部的淡水来到台湾，即个淡水啦吼，运来一批咸鱼、椰子和番仔好，因的报告有提起讲，要去避难探查所希望的金矿的商务员 Van Zenen 伫咧本个月21号。坐伊的用客船伫咧淡水停泊过，迄天下晡就搁上路，就搁继续赶路啦吼，继续航往龙桥去咯吼。伫迄段时间，伊捌和因伫遐咧交谈，并且将此事甲因讲。这个伊是指迄个商务员 Van Zenen 的款。4-2-5，船主林松的商船今仔日航回西南沿海，伊是伫咧3-23日运姜糖、灰仔、一批白青丝和其他的货物来到台湾吼。阮检查了后，看到迄只船运转去的货物内底有对上述运来货物所收到的货款，以及约50担的鹿仔肉。即寡鹿仔肉已经按照公告的告示缴纳11号公司哦。今仔日另外有一只小只商船嘛航回西南沿海，即载有10担的鹿仔肉和一寡现款。4-2-6，今仔日有强烈的北风继续吹来，因此拢无西南人的用客船出入，嘛无重要的代志。
天气无好啦。4月7。有4只容克船结伴航往西南沿海，每一只拢运回少量的咸鱼和一寡价值真少其他的物件。但是因为下晡开始透真强的北风，上水迄寡容克船因为惊遭遇暴风，所以毋敢继续因的航程，所以佫再度入港，天下好天。4月8。继续强烈的北风，因此无容克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或者是其他所在。4月9。4月要结束啊哈！强烈的北风已经渐渐平息，有6只渔船结伴出航前往西南沿海的历史。每一只拢只敢若运回一批咸鱼，迄寡鱼是伫这福摩沙南边所掠到的。今仔日也有一只容克船，歹势，今仔日也有一只商船航回厦门，只敢若运转去出售大内货物所得到的现款。歹势吼，我袂记分内容片。今仔日接到助理Van den End， 这是要怎念？对万港所派一只新仔人的三棒所送来4期本个月28号来批，主要内容是迄寡住伫咧万港烧照好你生活的新仔人已经遵照长官阁下一再所写来命令，已经伫咧前一段时间遣送转去厝地是指什么所在呢？因此，烧照好的代志就由伊和蒋记官 Thomas 佩德尔督促进行。无偌久，将会当生产3-4只容克船的载运量。仓库里已经有2只的载运量，因此请将此地派船去装运。因为新仔人毋情愿用因的容克船前往万港，所以迄边无法度装运。又搁讲，华府农人伫咧前几工来到麻豆的产业。袭击伫咧遐掠落啊的新仔人，杀死1个人，另外1个严重受伤，其他人拢逃亡了。华府农人吼，攻击新仔人。4月30。有容克船陆续对西南沿海来到台湾，就是一只来自厦门载有200担的白沙糖，3只来自历史载有盐甲米，要来福尔摩沙的南部沿海来掠鱼。今仔日有5只容克船出航前往历史，载有一寡少量的咸鱼和一寡无价值的细项物件，也有一只容克船出航前往万港。要去遐掠鱼，一直到互迄只容克船的通行证有效期结束了后，才要转来台湾遮。今仔日牧师Junius 坐一只新仔人的细只船对南方转来到厝地，也是转来到台湾吼。伊报告讲，伊遵照长官国家和议会命令，亲自去各放所啊和多拉托克庄头吼，嘛去过伫咧下淡水河河边的 Verovoram 即个庄头，但是人口真多的地方
迄寡居民宣誓独一真正活着的上帝，以及拯救灵魂所需要果子，并且甲因讲，必须要气杀因的偶像，踢开因的目睭，去找找真的上帝，并且遵守伊的话语等等。为此，因显得真愿意，而且欢喜，并且讲，阮将互因每一个村庄派一个荷兰人去做教师。即个人已经伫本国月22号为着即个目的开动牧师 Junius 前往该处。即个该处是个讲啥物所在啊？来教导因的囡仔吼，嘛要因成年人教导基督教教义，因此为着要当好好开始进行即个工课，需要建造一间学校和一个教师的主体吼，就是要互一个先生大的厝吼。对此，因随真热心来建造完成，无开公司的费用，就安尼一切如愿进行。现在所欠缺的，毋是等待拯救的灵魂，而是为此所需要的工人。因为还阁有真侪其他村庄，拢伫期待、渴望永生的灵魂。上述 Junius 嘛报告讲，伊完成上述工作了后，伫个会庭路过小琉球岛，伫遐视察小可视察者。伊捌听讲，按照迄个土地会当耕种的大量的姜，就是会当种即侪姜啦吼。因此，炸一寡姜去遐试种看卖。伊伫迄个岛的时阵，有听讲该岛还阁有真侪人留伫遐，但是拢非常的温捌吼，真惊吓来闪避来避起来吼。因此，一看到5个人就随拼命逃亡啊，甚至是跋落去岩礁，皮外挂伫个遐。也在所不惜，在所不惜啦哈，就是甘愿摔死嘛，无爱互荷兰人掠去哈。就像安尼，最近被5方56个人伫追掠的时阵发生即种代志。好，我个找。有2只容克船摕通行证，结伴出航要去 Formosa 人平掠鱼，然后要转来台湾。今仔日有一只新仔人的舢舨对小琉球抵达台湾，是被阮所派驻该岛驻军的士官长 John Barnes 所派遣，送一张伊伫个顶个月最后一天所写的批信。伫个批里写讲，详细上有缘。Colonist Van Zenen 所坐要前往避难的迄只容克船，已经经过小琉球岛，因嘛已经收到该船带去要互该驻军的粮食，情况良好。5个找3，啥物个无去？5个找3。无从客船对西南沿海或者是其他的所在来，嘛无对台湾出航无重大代志。5个找4。
有一只厦门的商船航回西南沿海，运转去5大大陆吧，以及一寡无用利弊公司拒收的废弃。据说啦，5月5日。我网络怪怪。5月5日，下设商务员 Jacob Williams 破病，在床4、5日后，伫今仔日早起过身，下晡逃败走。5月初6，有3只洋客船对西南沿海结伴来到此地，总共运来600担的砂糖、40担的白蜡、1万的红虾、20支条仔、一寡木棒、甲一帮的帮料、帮仔条啦吼，以及其他的价值真少的物件。今仔日有一只商船航回厦门，伊所运载来的粗货有糖、项、灰仔，袂互公司摕到现款。运转去的除了上述的现款以外，也运转去一批糖、盐和少量的大陆吧。5月7號。5月7號有一隻洋客船航回廈門，載轉去的有20擔的大陸仔肉和少量的鹹魚，這寡攏已經垃圾。今仔日接到牧師 Junius 今仔日對新港快速寄來台灣，互中國國下批。迄張批主要是寫講，伊對南部轉來到新港的時陣有聽到。伫北方的珠羅山北部5個莊頭，當中的一個莊頭叫做托沙瓦的首領，佇伊無佇的時陣來到新港，是專程要來以上述5個莊頭的名義和阮來締訂合約，但是因為伊無佇的，即個伊是牧師 Junius 吼，所以佫轉去哦。因为Junius 好了，因为这个 Robert Junius 无伫嘛，所以因就佫转去，为此无佫进行。大武龙的使者前几工也来到新港，伊的阁下。吉牧师 Junius 亲切问候，并且真恳切来请求几下摆，请伊同齐和因去因的庄头，因要按照因的风俗来款待伊，伊礼貌来婉拒吼，来拒绝甲伊见去吼，不离个会当派2个荷兰人，为着上述的目的退伊前去吼。所以因满意来解动迄2个荷兰人来离开咯吼。又搁最近伫南方，伫塔加利亚附近的村庄叫做大木田和帕嫩岛等的人，非常认真来请求派遣适当的荷兰人去报道。教导因脱离异教的昏暗，互因会当看见真光。为此，因愿意提供一座好的办学学校，也佫有几下伫咧东边山区里的村庄嘛，真想要和阮缔订合约，为着是要表示对此事的真诚，为着要表示对此事的真诚，已经
按照因的方式，先请人送来几支啊钱甲毛吼。最后伊 Junius 建议讲，请派几啊欠迄个人去新港，伫伊阁下的监督其新港由伫伊的阁下监督之下来学习新港语言吼，以便到时阵会当用来伫学院的教导当中从事主的工作。歹势是青年啦，我对了看毋入去吼，以便会当伫即个青年的教导当中从事做主的工吼。这只青年毋是真正青年吧？五月初八。我 break 一下。10:07，因为我读甲爱困。有一只载糖的用去船出航前往厦门，载糖的号码除了对运来储堆糖所得到的现款以外，只敢若运一批伫个台湾遮所收的咸鱼转去。今仔日也有一只用客船对西南沿海的历史来到遮，再有1万的红虾、30支条啊，甲一寡盐等等。5月初9拢无船只出入，嘛无重要的代志。5月10号。有一只用客船摕长官阁下确实的通行证出航前往芒港，李文俊按照该通行证的内容去遐收卖咸鱼和鹿皮，可能是鹿甲肉翅5，并且伫遐派驻该处的检查员兼收税员 Van der Enden 缴纳税金了后，对遐继续航往西南。今仔日下晡有一只商船对厦门来处入港，再有300担白砂糖、600担各种类的西零、一寡镜零、花缎和其他的布料，一担面环、27支条啊，一批要制作糖桶的木棒。做迄只用客船前来的生意人的报告讲到，有一只同款的用客船将会载着各种粗货和幼货，伫咧3-4天内要军队着对厦门前来处队。今仔日收到牧师 Junius 今仔日对新港写来，互长官Van den Burg 阁下的书信。为虾米长官阁下换人啊？真正拢是 Van den Burg 嘛吼，今仔日换做即个 Van den Burg 阁下的书信吼，就是牧师写互即个台湾长官的批啦吼，内容主旨是伫本国的7号，因为大武人的困求，派去该处的迄两个荷兰人已经对大武人转来新港咯，因对伫个迄边接受居民大规模的欢迎和认证，好甲无法度人形容。因此，即寡人已经开始想要和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优先帝和的愿望将会愈来愈强烈。又佫写讲，几工前有毛头人和北加里湾人的一个队伍，差不多40外人，前往因含阮的敌人华武人船庄内底去袭击，就是去遐攻打迄遐居民啊，处置差不多20个人头。有一阵有大得到啦吼，互华武人
行甲吼，因就算安尼凯旋转来吼，40人。5月13。无重要事，即间有听西那人讲，最近福州都督一关率领15到16只用客船前往南澳岛，要去遐连续停留3-4个月，视察该岛的人员，计划要整顿一切，任命一个人做官员，然后才要转去西那。按照一般西那人的想法和因哩要吼。上述的行动用意是要要去搁较彻底来清查所有的海产，即安尼会互已经繁荣起来的贸易搁较昌盛起来吼。5月14。有2只历史的用客船航回西那沿海，载登去的即间少量伫咧福尔摩沙南边所掠到已经生好的鱼，其他拢无价值。今仔日要一只用客船摕浦口前前往闽港去掠鱼，然后要对遐继续航转去西那。不来垃圾。5月15。有2只用客船同齐出航，一只要去下门，一只要去历史，拢载有咸鱼。对迄边也有用客船来到台湾遮，就是2只对下门来载有1000担白沙糖、40担白蜡、125担面环、130篮精米的灰啊，一只对历史载有26支条啊，300到400支的棒条，15000的红虾，甲一寡其他的物件吼。今仔日助理检查员万德艾顿对闽港社批来讲，已经对西那人伫遐招好鼓励，到时阵搁再鼓励因搁再过4-5天，就会互仓库里储存超过1000担的招好了吼。但是伊欠招要甲迄寡招好运来即个运来台湾遮的船只。5月16。有2只歹势，5月16派遣一只400担的用客船前往闽港，要去尽量装运迄寡已经有的招好。今仔日有一只用客船航往历史，该船载条啊和红虾来处理吼。回航只敢若载一寡地层物，又无运回其他货物。5月17。有一只用客船来自历史载有陆上运来的货物，有40支粗的条，300支棒条，1万的红虾。今仔日有一只用客船对福尔摩沙北边的利林来到台湾，为着要承诺迄寡日本资金，所以载运6000张伫遐所收买来落啊泡来互公司，种类有上级泡、中级泡和下级泡，并且讲约伫咧20工前，有一只西那人的用客船对西那沿海载着各种丝布料和大量的糖，要航来台湾，却伫咧利林附近遭难。致使该船伫遐该船伫遐被破坏去。不过人员拢会当平安上岸，但是拢落入
当地居民的手呢，因首先拢被加掉头毛。若毋是伫遐无药的死仔人为因来求情，为因每一个人付3匹布、3匹空眼布做赎金，因拢会去用抬死吼。伊无讲这只船内底载偌济人，58。有2只历史的渔船结伴来到台湾，为要来 Formosa 南边摕许可证来掠鱼，只敢若载为因需要米甲盐安尼。5月19，有一只龙客船对网港为着公司的建筑满载石货来到台湾。5月20，有一只渔船对南方的鳌港来到台湾。我希望我有读到鳌港吼。之前定读到即个港，结果我即摆阁袂晓怎读，我阁查一下吼。可能读毋到，因为我记的鳌是另外一个鳌。应该是读窑吧？窑啊，读窑啊，窑港啊，歹势。有一只渔船对南方的窑港来到此地，因伫遐掠到少量的鱼，已经生好，运来台湾。5月2，无用你检查订药收买做军所载运来丝是一布料糖、白蜡等等荷物。5月22，5月22较长哦，毋知我都读了，应该使。5月22有2只商船对厦门同齐来到台湾，载有10担白青丝1700到1800匹素色的空眼布，350担的白砂糖，一担白蜡，一匹西菱甲布料。其中一只龙客船对船仔带来行李人含万所写有长官反特别国函批，翻做荷兰文内容如下：对已经自台湾转来船仔的食酒和任命的船长，以及其他所有去遐了后转来的行李人，真欢喜来得悉阁下对因所载去的好商品已经互因会满意的情形。互因真满意啦吼，来收买，并且互因感觉真愉快。我是真愉快吼。我相信也听讲有一寡运气互国下的布料，像西菱、一里面比以早搁较歹。这是因为今年饲牛仔的情形无好，因为有真侪牛仔死去，这嘛吼死的计数直直去吼。一担平常的丝，即嘛是必须要付6到730两银吼，而且还阁收袂着遮尔大量的丝，加上丝仔的帮仔和国下的帮仔的差别真大，因此国下会当轻易来了解，因所载去遐的货物的利润是真细吼。这个情形互早着满载货物拍算要运往台湾的石新的运输上客船停留落来，比预定前言还阁较久，因此恳请阁下以后行李人若运货去互阁下，
若是好物是好诶，阁下无必以合理诶计数适时来收买，安尼才会当留住生意人，互因当继续航往台湾。对最近再去互阁下诶天鹅绒，生意人海产讲若无趁着佫赔钱佫了钱。对此，阁下将来要好好考虑伫我试行诶时阵，阁下真慎重来甲我讲，这母仔应该是用讲写一张批啦就是迄个韩文阁下真慎重来甲我讲，为着要收买2万担诶糖，对此阮虽然用尽所有可能诶办法，但是我犹原你又讲，将来是收袂到遮尔侪数量，因为最近这几遍诶冬天真寒，当时真侪甘蔗无法度收到即个数量。毋过为着要尽量互阁下满意，已经派数只用客船去广州以及其他附近其他地区去敲测糖啦，去买糖啦。为此，因甚至送实资金，希望偌久就会当运来即寡糖去互阁下。到迄当阵，邀请阁下爱按照迄寡糖诶计数来付款，安尼就会当安然航行，并且会当搁再像以早安尼满载离去。阁下来批讲，应该是有荷兰人对占比其他人用一只载有护照诶游客船带来新仔即个代志。歹势，我小姐。我这段我读去阁下来批讲，应该有荷兰人对占比其他人用一只载有护照诶游客船再来新仔即个代志。爱我去秘密查询，但是却查袂出确实的情形，因此以后应该阁有人会前往阁下遐来提供有关此事的新消息，安尼就会当认真听取因的消息。自从我来到来到应该是厦门来到此地了后，一再去向贸易所以内的大官来下面拨烂啦叫你来说明贸易的好处，因已经显然乐意继续贸易真欢喜继续贸易，袂改变。无可谣言就是贸易将会进展成功，只要对生意人所载去好物，互因合理的利润因为4到11布料的欠货，所以船主接心的将客船无法度如所期待安尼，真紧来收做要运往台湾的好物。逐工你5万，相信伫要来这新的一个月会当满载出航。到迄阵，我嘛计划坐船去台湾，亲自和阁下进一步来当面交谈贸易的代志。用这只用客船运去互阁下有一批黄丝卷起来海黄金铃乌色的天鹅绒、水云、虎头、花缎、红色的西铃、金绿色、白色的空眼布、白色的肌里面，硼砂啦如果这只用客船得以迅速航行，我将会感觉真愉快。以早捌提起讲要运木料的用客船，阁下应该伫个近期来接到。写予国防政府第10年第4月21日第4期啦4日期4月21日。
哈数，就是会对写签名是韩文。今仔日有时仔就去阵对网讲，满载就好来到台湾是公司建筑仓库所需要，并且带来蒋机关佩德尔和助理晚登李恩等所寄来的书信，讲因已经遵照长官阁下所寄去的批，尽可能来探寻将来前往华武人上适度。最近的水路和陆路已经对一个去过遐两三遍的新仔人遐知影讲，伊的旅程一直拢是对满洲去大罗兰是啥物所在？根据杨新富研究，大罗兰应该是台乱的另外一种写法，就是旧堡的意思，可能是指嘉义县六卡乡的旧堡，伫咧六卡乡蒜头村的南边。这是第三个主卡。讲伊的旅程一直拢是对满洲去大罗兰，对遐行一工就会当到提里堡。提里堡是啥物所在？就是塔里木城吼，就是即马云林县的斗南镇。提里堡，塔里木吼。对遐行一工到提里堡，对遐一工就到华武人。这一工的路程是真稀罕吼，继续有一条便坦通畅的道路，一条足便阁足好行的路吼。因为伫咧第二堡和华武人之间有一条必须要经过的河流，迄条河流伫咧北方季节水深差不多是半人深度。伫咧南方季节，就因为雨水泛滥，无法度通行。嘛有人讲会当对网港前往华武人，根据道路的距离，只要是途中迄五六条还毋捌的河流无造成阻碍，对陆路2工之内就会当到。蒋机关佩德尔想要亲自去探查这条道路。请求互伊命令，这是无必要的代志，因为阮无计划伫咧现在和即个南方季节去对付华武人，而是要计划要伫咧将来以后来即个北方的季节，才要去实施。今仔日有时才用去存在着嫌疑转去历史。好，大家遮5月23。记一个吼，今日读到遮。好，安尼到遮吼，准备要开房诶，等下有我是讲有啥物笔记好，安尼到遮啦吼。后日再过来继续读。好，好，多谢，开房。